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5，诗篇32篇7节安尼讲：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你要庇佑我，脱离艰苦。你要用得救的歌，四面为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得救的歌为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掌管一切万有的活命真神。主啊！你用大能的手庇佑阮，用你伸出的手保护阮，互阮通美丽的食果下，互阮伫你的内面通安然徛起。主啊！愿要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！愿感谢你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关台。主啊！伫阮的困境甲患难中，你要引带阮行入平安的路。主啊！因为你是阮闪避的所在，你也要庇佑阮，脱离艰苦。你要用得救的歌，四面为阮，互阮唱得胜的开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